播出。有啊，30幾個未來魔術師今朝雲集喺香港一間酒店參加一個別開生面嘅畢業典禮。佢哋輪流上台表演所學到嘅魔術，由多位評判評定佢哋嘅成績。今日嘅場面非常熱鬧，觀禮嘅人亦都目不暇給。轉翻佢頭先咁樣㗎。人哋話無尖無線神仙難變嘅，嗱你睇啲小魔術細路仔都會變嘅，哈哈叻咧！快啲叫爹哋媽咪帶你去九龍星光村、銅鑼灣怡東村、松板屋、漆咸道401號選購諸事套裝魔術啦，仲有魔術帽送添噃。各位朋友，新香港曾經為大家介紹過一啲新型嘅機動遊戲，咁今晚咧再介紹一種遊戲，不過絕對唔係機動，而且係更加新鮮同埋有趣添。以前咧講起玩魔術啊，大家一定會諗起一個西裝骨骨嘅魔術師，旁邊有個漂亮嘅女助手，企喺舞台上邊啊表演大腳活人啊、禮帽出甲啊等等，咁真係咧隆而重之嘅。不過喺香港，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咧都有得睇。如果變嚟變去啊，得呢幾個把戲嘅時候，觀眾咧自然會覺得冇趣味嘅。咁再加上啊，呢7、8年嚟啊，啲歌廳紛紛出現。目前喺香港演唱歌星真係多如天上星。而家嘅酒樓夜總會已經好少見到魔術表演㗎啦。魔術咧又叫做幻術，係漢朝啊已經出現，真係來由已久。三國時候，左慈禧曹操、于吉戲孫策都用魔術做法寶嘅。不過中國人啊拜師學藝，啲師傅咧就絕少將功夫教到十足。魔術界前輩亦同樣啊，好多方法咧秘而不宣，唔輕易教人嘅。但係近年嚟，香港咧出現咗一啲鋪頭係專門咧賣魔術用品同埋玩意嘅。只要你俾10幾20蚊就可以學識一套魔術，大型啲嘅咧就要100幾10蚊先至得。嗱，每一套咧道具都裏邊咧都有說明書，教你點樣玩魔術嘅。如果你想玩得好好睇睇，除咗道具齊備之外，仲要手法純熟先至得。咁當你睇中咗啊，買邊套魔術嘅時候，可以要求售貨員示範下。咁等你咧偷下師，翻屋企練多幾次，咁就可以咧喺朋友面前咧炫耀一番㗎啦。而家咧呢個售貨員喺度示範啦，哇，好快手喎！你睇啲細路仔幾開心。魔術玩意咧個種類非常之多，琳琅滿目。嗱，乜嘢叫做月光寶盒啊、魔術球啊、鑽石棒啊等等，真係好吸引人㗎。由於咁易可以買到同埋學到啊，有時用嚟教下細路仔，或者幾個朋友坐埋玩下都唔錯㗎。咁唔單止係娛樂啊，仲可以增進感情添。咁歡樂今宵喺下個星期2咧，將會推出一個新嘅項目，係叫做千奇百怪神仙手。係會教大家玩魔術嘅。咁而家咧，我哋先教呢樣先啦。嗱，頭先你見到佢啦，搖下搖下，個毫子咧一時又見，一時又唔見嘅喎。咁其實咧，原來佢一邊咧係黐個毫子喺度，係靠手快嚟轉動嘅啫。嗱，呢個小妹妹都好叻㗎，佢一吹就將個藍黑點咧變咗做紅黃點。咁其實咧係有磁石作怪㗎。咁講到賭錢出老千咧。嗱，喺啲色仔度做手腳咧就最普遍噶啦。你睇下，只要搖一下啫，話變幾點就幾點噶啦。嗱，睇住你啦，開全部都係4仔嚟噶喎。魔術咧變幻無窮，有時真係令到人覺得真作假時，假亦真，有為無處，無為有。咁有啲社會工作者認為，由於兒童嘅好奇心強，又崇拜英雄人物，如果識得魔術表演嘅話，咁同佢哋接觸嘅時候咧，就容易好多噶啦。
樣舊時啊，一般人咧嘅觀念認為魔術都係旁門左道、茅山法術。不過時至今日，魔術已經係發展到成為益智遊戲，可以訓練到咧靈活嘅雙手咧，同埋思考能力。好似呢個妹妹咁，佢玩緊呢一套咧叫做三杯技術。嗱，用個杯撳住一粒絨球，拍一下，變咗兩粒喎。再撳住佢，用個魔術棒指一指啊嗱，冇錯啦，指一指，跟住咧睇下嚟，哇！突然間變咗三粒噶啦。咁有趣嘅玩意啊，小朋友一定會中意嘅。不過最好咧，都係少啲玩白紙變銀紙俾啲細路仔睇，以免養成貪念，成日諗住不勞而獲。哇！成沓沓直板板花啲花到銀紙，唔吸引人就假啦。俾翻張你啦。嗱，最後咧，再教大家玩一套咧叫做三牌奇蹟嘅魔術。嗱，俾3張牌人嚟數清楚先，然後咧就放喺台上邊。頭先我哋見到啦，牌面係煙屎、二仔同埋三仔。咁頭尾2張咧就係煙屎同3喎，剩翻呢張唔使講到二仔啦。誒，好似唔係噃，變咗隻嘅。啊，咁神奇嘅。哦，原來隻二仔咧得半張牌嘅啫，而隻隻咧係攝咗喺二仔下邊。哈哈，你都俾佢呃到咧。各位朋友，睇上嚟啲魔術道具咧係非常之簡單，但係玩起上嚟啊，唔單止有趣，而且益智添。咁你得閒都買翻到返屋企玩下啦。好啦，今日時間又到，下一次再見啦，拜拜。一拍落嚟，有一棟眼，將呢個一拍落嚟，吸住冇鎖，走咗嚟呢度，將呢個再拍，將呢棟眼擺上嚟，吸住。跌咗落嚟，將呢個擺嚟呢度吸住，有聲嘅。呢度有架機冇嘢嘅，呢度有張紙冇嘢放。咗入嚟，我扭，有一張冇嘢嘅。